哦，你看野火烧不尽啊，吹风吹又生啊，这个就是证明了。你看，你看，烧了几天了，烧过了，几天前烧的了。你看，本来那个路啊杂草散去了那个车道以后，一半以上，烧一烧，你看不晓得是哪个单位烧的。高架桥下看到那个大的电线杆6根，会不会是这个路边要立电线杆？这个猜测而已，没有确定。包括那个草那么多呢，那个是山葡萄野葡萄的藤啊，可以查中药，那个藤啊是中药啊，中药草山葡萄、汉氏葡萄、汉文的汉字的汉，人什么姓氏的氏，汉氏葡萄、山葡萄野葡萄。小小颗的，然后有的彩色的外皮，不要乱吃啊！烧过了是不是有什么毒？你看有那个玻璃瓶，有的铁罐，有的塑胶瓶，小心啊！不要乱吃。